观众朋友，今日个项目欢迎收看福起来，我阿明哥刘浩明。1年100爱的南浦6队客场最大的一个运动比赛，第58届的6队运动比赛，3月10月12天爱的屏东的万万，我去生态举办。我哋今日要唱到来宾咯，如喺我哋万万乡嘅乡长林国顺乡长嚟到我哋现场，而家同我哋小姐讲，马緊到6隊運動比，同時今年第58屆6隊運動比，有一啲幾大特色，如係把我哋嘅觀光，好結合到我哋嘅平常嘅運動，嗰屬於除咗平常嘅運動嘅一啲比賽項目以外。袂過特別的有團操節啦、打水仗，對下我哋唱我哋鄉長同人講，還有一啲，如果我哋鄉長吼睇下把辦運動比以前，伊都認為講，28 6隊運動比吼，唔單止係我哋南浦客家人嘅運動比，伊希望講係我哋全台灣省客家人共下來辦嘅運動比，嗰時吼以行嘅台灣嘅369個鄉鎮地方，咁我哋嗰度客家嘅村鎮。啲有請到伊哋來參加今年嘅第58屆6隊運動比，我哋馬上翻嚟今日來賓，我哋慢慢鄉長林國順鄉長嚟到現場，同我哋講清楚馬緊到6隊運動比，鄉長好。後面主持人好，我哋全國嘅好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我係慢慢鄉長國順，第一同大家請我來問候，多謝大家。鄉長歡迎好，因為我哋呢6隊運動比是對於我哋南浦行業來講，真係一個貴大嘅事情。而且尤其係我哋萬世嗰度，我哋呢太陽沙啦，喺度講哦，我哋今日辦運動比用，我哋一組織行嚟，其實今日嘛有呢，我哋今日學我哋嘅女僕鄉啊都有問講，喂，你哋乜嘢會打羽毛球啊？講伊講初級以上都可以啊，講馬緊到，我都每講馬緊到初級以上，你講要接球我都可以。後來你講，今日可以報名咪講已經截止了，我都發現到哇，其實有位6隊運動比對我哋南浦嘅人來講嘅話，真係喺1年100，他嘅人來冇講競爭啊，係講他嘅人互相來參考他嘅人嘅一個技術嗬。佢今年第58屆6隊運動比睇萬萬嘛，好，頭先我哋咪講到講，其實有6隊運動比對我哋南浦人來講。係一個國生態一個比賽嘅項目，但是對於我哋北部鄉親來講話，可能唔到地啦，好陌生，係個陌生。係咪同我哋觀眾朋友睇下小計下講，因為我哋南浦6隊運動比有一啲人太湖山下嘅四奧運嘛，嗰種也係乜嘅樣嘅，也係咩嘅形樣嘅來咯，啊同時也歷史樣咯。哦，有個問題哈，真是嚴肅，真是講起來話哈，可能3個學分能講得清楚啦。喺按講要6隊由來當然對人像在末年一直要注意貴事件啊、你爽文事件有的東西一出簡單講保家衛國替朝廷來平反也會民亂，所以講我哋6隊替我哋也會面向台灣海峽，對我哋中前左右後，講我哋呢先鋒，加起來也會民防組織，配合嘅也會保家衛國。唔管喺地域好落偏頗也算我哋其他民亂，攏係一個民防組織，所以一直延續下來，延續下來都增加，還係要用運動費來起面我哋後台，冇談兵嘅哋結合嘅寸土寸血，每寸土地攏流過度血，對日本。對清朝一個民亂，我哋一條土地同我哋子孫講，冇談兵條，繼續強身建國，繼續按你那個嚟保家衛土。所以講也6隊一啲民防團體一啲過去嘅，而家因為6隊運動去延續下來嘅，對於我哋競技體育、民俗體育，到我哋嘅趣味體育，大家隨着時代進演變。有幾多嘅融入嘅體體杯，且都58屆嘅，所以講人家講歷史悠久啊，喺度進來進認真，進來進神奇。太有事嘅嚟講，要動6隊運動會加起來，就我哋6隊運動會，一到我哋對高雄屏東也順便想起也太湖山下喺我哋中央山脈我哋呢神聖山用嘅。我哋就提前也太湖山下邊嘅平民平原來建立我哋的家園，所以講我哋那一個大湖山下的小奧運6隊運動會，太有事啊！
嗰種向上意思，你講一開始喺我哋嘅先民裡度愛富土有民哈，嗰時間如果愛保護我哋嘅莊頭地方安全嘛，但是慢慢地變成一啲我哋六隊國壯，我哋各隊去互相去用運動嘅方法，我哋去互相睇下嘢去比較啦，睇下嘢去互相去砥礪人嘅，然後都同我哋向上有講到過，對我哋嘅競技體育變成我哋嘅趣味體育，今日同我哋講，其實今日我哋六隊運動會有啲幾強嘅 logo。我一聽到講到我哋真係是 logo 一世紀一強啊！但是我發現到然後 logo 地方其實有幾層嘅一啲無窮嘅想法。你咪同我哋觀眾朋友紹介下，今日我哋聽58屆六隊運動會嘅 logo 有乜嘅內容喺地方啊？各位感謝小明幫我哋也機會，我哋也準備嘅一啲，我哋也嘅一啲標示牌俾大家呢看個清楚。其實我哋看一下我哋 W 萬巒萬滿，有山形，我哋慢慢也到萬巒全山，遠看成峰側成嶺啊。剛才也看到一啲小水滴我哋我哋六隊先民來台灣開墾嘅時節，攏係人講會停頓水，對海水嗰開始，當我哋台灣第六，有水咱可以耕作，所以講幾下水屯也就生態嘅好多特別平鋪產生幾多因為水搶水產生幾多泄漏，但是真個要水外下來連表面聽人哋身體地方血地方冇談表我哋飲水思源啦，特別我哋真個六隊地方嘅地方嘅浮流水也就攏相當豐沛嘅，聽人哋也體力環境，嗰可能也為 W 嘅也六條線來連分別。代表六個無共用嘅隊，係講有前隊、後隊、先鋒隊、中隊，講我哋咧左隊、右隊，每一個隊大家共心，點解咧有六隊？來我哋一位民族，一位客家族群咧發展嘅路途當中，我哋共同來採捕我哋一個彩虹用嘅無共用嘅設施，但是我哋分進合擊，我哋各領風騷，每一個設施攏有伊嘅特色，但是綜合講起來就係六隊團結嘅客家，然後所以講也係特別設計我哋一位六隊嘅運動會嘅 logo， 有一位期許，特別有一個含義。同大家來做啲分享，係咪？我哋向上講起後，我發現講其實因為 logo 看上來真係唔單是鬼講，而係鬼多鬼沉嘅意思。尤其喺我哋慢慢嘅浮流水，實在有鬼多嘅浮流水嘅地方，譬如用慢慢嘅地方名錄地嘛，頭嚿水、二嚿水、三嚿水、四嚿水、五嚿水，那有很多地方有很多水咯。同時我哋向上嘛，頭都會講到，我哋六隊運動會喺我哋太湖山下嘅西澳園嘛，嗰時其實佢咩 logo 地方嘛，創意咧帶山嘅山形，嗰頭都我哋講六隊。你呢件喺這個跑道上面，他可以強下喺太湖山下，強下去成長，強下去嚟，他可以互相去比賽。咁我請問下，因為頭可以講到講，有冇佢貼片咧講，把我哋運動比賽就好多觀光。當初做乜我想到有安尼想法？我哋用一個比論法來講我哋萬4年嘅時間，無敵鐵金剛最厲害。真剛我哋看美國電影變形金剛人最厲害嘅。差別挺大，無敵鐵金剛單打獨鬥，變形金剛以為隨着時代環境背景，士農工商去做調整變異，異業結合才能全域開發。用一觀念，真加為士農工商百工百業，而異業結合能賺得到錢。相對嘅，我哋用一位企業嘅觀念，比如講聽愛定嘅運動會。整個運動會唔單止係運動會，我哋加有運動會嘅過程和談講，有競技體育、有民俗體育、有趣味體育、上太空，又還有其他的所有的農業博覽會、小旅行、田園饗宴。所以簡單講，我哋用運動觀光做主軸，促銷行銷的一個軸線，同我哋人文體產經用食宿遊購行。觀光做的行銷，也就係異業結合，咱可以同我哋慢慢，咱可以同我哋呢六隊生意向起，行銷出去全台灣319個鄉鎮，甚至我哋東南亞、日本、美國，而安呢
让可以同俺们乐队可长可久，真是推扬文化同内涵长出来。好冇讲一啲个实际嘅话，过久以前乐队，甚至冇人伫乐队，莫讲运动会，我变得讲我们一头热。好，所以讲，一般我哋乐队甚至上期嘅，我哋对地杯嘅成员，感觉到奇妙，感觉到好搞、好食、好料，有轻有卖点同亮点，就按年来同运动会来结合一个东西。今日我乐队慢慢嚟做，明年联络再同样嘅技术再贴上去，按年乐队运动会，下一摆係唔單止運動會。係文化嘅運動會、產業嘅運動會，特別係文化內涵嘅運動會，也就會相當值得來期待哦。所以講今日係按你嚟做。也係啲奧運等級呢吼，只係種下的呢大武山下小奧運的等級。因為思維國土強揚。冇錯，係冇錯。講奧運比賽哈，真是傾一國之力。奧運你要體力的競爭力就是國力的整體展現，然後係一旦也相當的效益哈，不亞於戰爭啦。冇錯，冇錯。所以講也係奧力的暗力的。係冇錯。但是有時從中華人上中講嘅，有啲可能唔係六隊都係默嘅，可能體育隊啦，但是學唔係六隊有默嘅，但是同時講，來到一片因為參加六隊運動會，學看到我哋各隊嘅選手以外。同時，今年嘅主辦團隊提晚晚，嗰時順便嚟晚晚去留聊一下，做頭東華人嘅享受網友講啊，要接好多小旅行，做乜接好多小旅行哦？有小旅行嘅嗬，我哋健康嘅趨勢啦，廣告快談，幾多年，包括我哋接下去某個地方去留聊嗬，看看啦，佢嚟講奇怪又幾有名嘅，但是我樣看又就安尼呀，那有乜個好搞嘅呢？還有。多年之後，看到你看人類休閒行為一本書之後，讓這個地方這個唔錯嘅，鹿寶山空手而回，就係冇帶路人，冇多人去講要圖嘅係乜嘅意思，要感應係乜嘅意思，要對聯東對等對乜嘅意思，幾多文化嘅內涵冇人去講出來，冇可以裝這兩張皮講本太個地。可能佢原來默嘅攞啲蘿蔔嘅熱通啊，係喲，所以對我上映都淨係聽5年嘅，我睇嚟三梯次嘅多人人帶路人嘅一啲培訓，就係本來哋慢慢嘅水岸景觀、人文聚落，特別我哋一啲火山火水一啲東西嗬，我哋導覽員睇緊來去，藉由小旅行來去講一啲樣嘅。學我哋嘅人文聚落有啲東西，甚至我哋嘅產業，我哋嘅可可呀、巧克力、鐵板米，我哋嘅百香果，聽我哋全台灣最早嘅、最結實嘅百香果，聽我哋灣米，我哋沿山公路聽我哋鳳梨，聽我哋灣米，有啲東西，用導覽員小旅行，有啲特別結合我哋嘅苗條條，用小旅行導覽員特別我哋有啲風情體力。全部都小基本啊！小基本太簡單，要看運動會，要看我哋咧人文體產業來結合起來。當然，我哋咧揾民族卡喺我哋清潔嘅。一部分啊，我相信我哋觀眾朋友一定會想到揾民族卡，但是我哋下一段節目攞嚟講。好，頭先我哋講到已經有講到揾民族卡，因為揾民族卡唔係本事度，本嚟比賽哦。休息下，同講做乜嘅話拿嚟比賽。翻過來，復起來，上節目我哋慢慢鄉長林國順鄉長來到我哋現場，同我哋小街聽58屆嘅六隊運動會。我想請問一下鄉長，頭上一堂節目最慢嘅時間講到主卡，每等於上看到慢慢嘅體育上到主卡，但其實除了主卡以外，其實我相信出頭我哋慢慢嘅鄉長講嘅，其實慢慢咪改多改上癮嘅目標。但是我哋講。
一摆吼，除了一般的真的传统的竞技以外吼，头先我哋咪讲到，我哋有個趣味競賽嘅部分，有啲係公主卡係咪？我話公主卡咯，是我啦，講到係矮嘅咪咯。按嚟講啦，因為幾位同大家講，都講有競技體育嘛，民俗體育，講下哋嘅趣味競賽啦嚇。一趣味競賽底邊呢有3項，第一項呢就封神老六隊，特別出人頭地，特別公主卡嚇，係哋弄用一支4公尺，竹筒嘅，竹嗰個細嘛，竹筒嘅就過大7人以上嘅攞竹頭，嚇4公尺。用有強一支竹頭，封神老六隊就6個人，也一等於安尼定，就係利用安尼定嘅過程，訓練大家嘅協調性、爆發力、特別親和力，要真拿好要定要地板嘢要綁對人，老闆要較清強，地板老闆安尼定大家佢神奇。第二就係我哋咧出人頭地，同一支足夠嘅，用6個人固定起來，5個人喺固定，一等於爬上去，輪流插合，插合標誌插合下來，可能最夾完成也嘅，也訓練也上肢肌力，尤其咧奇妙，尤其咧高料。第3種係講公主卡，一用也足夠嘅，但是人呢？手腳固定咧，挺下人足夠嘅地方，其他人就用這啲嚟用肩胛條嚟講安尼定規來，安尼方式，係咯，又係公主卡。人都做主卡啦。是。其實像我哋講嘅話，我發現到其實也係運動啊，雖然個奇妙但是而我用到嘅我哋講肌群啊，騰空啦，我都發現到冇簡單呢件事。訓練，冇唔錯，訓練。所以講我哋雖然趣味競賽，因為也6隊人，我哋頭講過保家衛國，也有一些戰鬥，也有一些傳承的一啲味道。所以講我哋希望講用一體能的訓練，用最神奇的方式來同大家寓教於樂，最快樂嘅來訓練到大家嘅爆發力、肌耐力、協調性，以到大家互相合作嘅一啲默契，也就趣味競賽嘅一啲最重要嘅目的啦。因為我哋講，即係有一啲人客莊文化定向運動，你咪同我哋觀眾朋友紹介一下個，也很用嘅一啲比賽項目，同時很用嘅比賽啊。定向運動大部分都係提野外來實施，所以講也名是定向越野運動。但是我哋越野也兩雜事改良成定向文化運動，聽我哋慢慢接受。利用我哋慢慢3寸文化據點，先天廟、仙人掌，特別我哋咧北宮廟，也3個功德，其他嘅20個點係隱性坐標，而用也3個文化據點來到先天廟here，以這個為中心點，可也為看也是咧用指北針特別坐標去導引前到下一個點。也其他20個點，遍布嘅天下地，慢慢3寸，可能利物貨房嘅天地間嘅面床腳下，也算市場嘅天23擔嘅作嘅地方，就用也嘅坐標特別指北針，即個用走得的，去專業嘅3個顯性文化點，20個20個隱性坐標點，來去。有訓練，自家嘅定向去坐標嘅判斷嘅能力，有加油也嘅，顯性文化技能本，我哋所有參與嘅人講，我哋先天問題啊，北宮廟題啊，我哋咧利物浦問題啊，安尼，所以講也就係同越野融入我哋咧運動民俗，同大家各有觀念，相入也記憶點嘅，係安尼來。觀眾朋友談到更加有談什麼？因為其實定向越野嘅部分其實係一件人大部分我有係歸流行嘅一啲節目。但係我頭都想到講，一般來講我哋以前咧嗰度我哋睇細啦，唔講喺6隊運動會啦，冇咗其他嘅地方辦嘅嗰種民俗嘅運動會啊。嗰度我人強運動員咪講嗰度啲老人家哋在搞，像我哋搞乜東西佢哋冇用冇。但是一談到我發現到唔錯個，也一聽幾多聲音嘅我嚟報名。
因为伊的几道因为搞个定向越野呀，听我就想讲，佢贴喺度，有一点看好了嗰种民俗嘅运动比里边，居然还有定向文化，虽然讲以前面系一啲文化嘅一啲坐标，但是对于人来讲嘅话，找坐标的过程里面，那真的好搞。有啲歌场啊。係冇唔錯，所以我哋向中亦講到日擺嘅 logo 地方嗬，要推俾我哋綠隊嘅跑道嘛嗬。通過日擺嘛係天擺用 PU 跑道，所以我哋比賽嘅項目地方嘅我哋講使用嘅跑道，同時我用到想用 PU 跑道嚟做我哋咧算是比賽嘅跑道。講實佢感謝我哋政府嗬，教育部嘅，聽我哋院長做出面院長嘅睇啲咧整治之下。我哋一綠隊運動會第一擺呢，用入嘅 PU 跑道嚟做我哋正式嘅賽會嘅跑道。睇下第一句話，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也講啲我哋政府嘅空間就係，其實幾下我哋嘅選手嗬，亞運、體運也算我哋中上也算全國運動會嘅成績，佢哋列為我哋各種升學加分嘅一啲。項目，但是綠隊運動會之所以佢下面冇納進，就係我哋場地嗬，當係哪嘢也算風土嘅，所以講還冇到真實嘅一啲標準，所以講冇斷也納進，所以講我哋希望好嘅選手四面八方來參加我哋嘅綠隊運動會，就愛屯入嘅場地裝備符合標準。讓吸引我哋嘅好嘅選手來我哋參加比賽，相對嘅一多人來參加，我哋嘅平台就一發，相對嘅創作嘅角度就一個。所以講大嶼山下小奧運呢，我哋嘅場地 PU， 所以講體擺來使用係一啲好嘅開始。我希望好嘅選手大家來好嘅場地，也保護選手，也來創造我哋更高、更快、更遠嘅成績，係對佢哋期許。其實我們阿嚟想到個，這唔單是講可以保護到我哋選手啦，同時講下一擺嗰種真是因為我哋用一啲標準嘅場地嘅時間，我哋睇我哋綠隊運動會裡邊走出來嘅成績，可以變成以真實嘅成績等6個時間。我相信我幾多唔單是係綠隊嘅肢體，唔係綠隊嘅肢體嘛，我想我來參加綠隊運動會，因為伊係變成伊哋可以去表現自家。好，增加這個一條成績的一個規劃的地方，同時嘛，係希望講，也為綠隊運動會變成慢慢的變成他個人我去關心、我去注意的運動會。咁我哋提講，今日有得個 tip 喺度講，我哋選手之夜，唐貢歸精彩。而家的啦啦隊係咪？你們從廣東俾條條講一下講，啦啦隊都在發什麼事情呢？小面也有糖多哦，你貼嘅話冇發出來，小面就糖多嘅。按嚟講啦，大家對四面八方來到我哋灣民，來我哋唱，來有比賽，來有留料。當然係做體技組嘅一個地主嘅人嗬，當然愛盛情款待我哋嘅選手，一個教練，我哋各地方嘅人士、貴賓、顧客，所以講我哋選手之夜3月11號開幕典禮4點，開幕典禮喺度6點，啱就提我哋灣民國小正式來登場。然後呢，第八除了我哋客家、原住民、新住民，特別我哋河洛族群，也講創新、共好、信任，我哋也歌手嗬，儂為要強下表演之外呢，有我哋也為南美國桃園隊嘅啦啦隊特別重金禮品來到我哋灣民選手之夜，同大家加油，同綠隊加油，同客家加油，也希望創造我哋啱條節目嘅一個高潮啦。另外提下也聽我哋贊助廠商打啲小廣告，我哋也海尼根啤酒冠名贊助檔案部嘅飲料也十分感謝。我哋霹靂舞也值得一提哦，我哋6位國手級的教練來展演我哋霹靂舞，同我哋體操動作搭上音樂，作為最精彩的一個表演與呈現，也都是國家級的。所以講檔案部嘅亮點還蠻多的。
也希望大家踊躍來參加我哋陸隊運動會開幕會議來參加嚟呢先數之夜，一定會問大家最難忘嘅回憶。係啊，特別要講到霹靂舞，因為霹靂舞對去年呢，第一擺加入我哋呢陸隊運動會以後，今年嘛變成我哋呢真實的比賽項目嘛。那同時嘛，嗰種馬甲嘅一啲幼兒滑步車，個攀岩，攀岩，嗰一部分例如講，把我哋陸隊運動會嘅比賽項目一變一多，嘛一變一神奇。係啊。嗰個除咗到以外，其實我哋咧上莊睇一擺陸隊運動會以前，而去我哋台灣嘅其他嘅鄉鎮地方有客家嘅村莊啊，伊嘛邀請伊來到我哋咧慢慢參加我哋58屆陸隊運動會。喺多節目我哋請向咧鄉莊來講，伊當初做乜去做一件事情。休息下我哋馬上過來。翻過來復起來嘅，上個節目我哋慢慢鄉長林國輝鄉長嚟同我哋現場同我哋分享講，喺第58屆陸隊運動會有乜鬼特別嘅一啲比賽項目。從頭到尾我哋已經有講到講，其實而家嘅比賽項目地方真的是除了原來嘅霹靂舞啊，加上我哋嘅攀岩啊，還有我哋滑步車。咁我哋提供其實睇下攀運動會以前這個是全台跑透透，最主要去甚至我哋去拜訪嘛，去邀請我哋全台灣369鄉鎮地方有客家莊嘅地方，希望伊哋來參加咱第58屆陸隊運動會。當初做乜想愛去邀請我哋無窮鄉鎮嘅一啲客人來參加我哋運動會咯？按你講啦其實因為陸隊運動會，我本身打 tennis 兩球，佢下尾陸隊運動會嘅前身係陸隊綜藝杯網球賽，所以講我哋冇講選手我哋參加了很多年，但是有啲層層嘅感受就係講，佢參7家人體嘅教養嘅，意思就係講我哋陸隊嘅知名度冇本太家人來去抵達，冇講接數連抵都唔抵，所以講。連知名度就冇，因為有支持度呢。所以講，體的真係有國選體啊，或者呀強壯呀職務，內外兩方面來講，內部我哋陸隊生意上去，高雄市嘅去，我哋屏東北嘅去，我哋地方嘅鄉鎮中嘅拜託，特別通言，特別參與，唔單止情感嘅參與，資源嘅參與。特別我哋運動選手嘅參與，也一定要大家7家人係唔聽7家人，萬人要聽數我哋咯。所以講，要俾到冇本7家一熱烈去本人貼人屁股樣嘅，7家就會振作起來。也內部係要做嘢嘅動作，本7家團結起來，陸隊就會團結喺客家精神。再過來，好多主持人講到，也我哋浪漫台3線、幸福台9線，我哋將陸隊，簡稱我哋369，也係啲行程也強樣。既然我哋愛本全台灣，來去抵押陸隊，講我念說一些可歌可泣啦。但是只我哋真夠客家，我哋應該跳脫我哋嘅悲情，同我哋亮麗的客家、熱情的客家、發達的客家。所以我擁有精神，我去台北，我哋台灣客家聯盟，我哋即高雄，也喺我哋高雄客家聯盟，呢度我哋花蓮，我哋所有嘅客家嘅症狀，其鄉長特別推動，啷推動一來說明，一來去認識，一來去邀請，重點就係我哋陸隊，唔係單單我哋陸隊。我哋運用我哋咧所講嘅資源對我哋全台灣認同客家就係客家人，就係喺啲我哋一高頻生意向期嘅一陸隊向期之外，其他嘅所有客家人，攏係我哋資源隊
子眼队的一个乡亲，所以讲也拜369全台湾，安尼老一天讲实在话，家人国孙相当感动，一起也向个副总也好、理事长也好、镇长也好、区长也好，相当热情来接待我哋，也相当的一个愿望吼，也真个来对啊，家人叮当的呀，贴一下就秒杀就爆满的，所以讲选手之夜我哋。起码会有1500人，听下哋慢慢过销，也向来共襄盛举。所以讲得到的一个本来的层层的 TV 就会讲事在人为，人出去诚心出去的，人热情出去的，一定会满载而归。用也整个目前报名的情形就可以看得出来，目的就係安尼。咁一部分因為頭先有講，其實唔單止係政府嘅資源，我哋嘅我哋當然對自家嘅一啲互相嘅嗰種支持啦，這個民間一部分睇下把運動會地方也會參與嘅程度很樣嘅。講你也係幾感動啦，當然我哋只一班人慢慢嚟主辦，我哋目前呢一啲方向，就係我哋一條企業家啦，一定平常就有呀社會經驗同呀企業嘅土地，所以講也俾陸隊運動會都好，加也俾東風啊，同呀就企業家嘅精神對顯現出來，我哋用我哋主卡。我哋也用嘅生意難題，我哋呢，我哋呢企業來源，特別我哋一條軌道嘅企業家一條10萬、8萬、5萬、3萬，安尼1000也冇嫌少，10萬也冇嫌多，大家真係差唔多累積嘅70萬啦。講下數字雖然沒講輕龐大，但是我哋也冇希望貼龐大，因為我哋講實在話，運動會擺喺我哋運動家嘅精神、團結嘅精神。物資是一個催化劑而已，但是一定有安尼精神弄來參與，也係錢的部分。第一部分還有各方面呢，可能各球隊啦、各田徑啦，人哋要到企業家因為相當去聽住嘅小朋友、大朋友，有時啊去栽、去送、去水果、去買嘅也好，大家可以踴躍來安尼共襄盛舉。所以講對要嘅金錢的資源，特別精神的資源。我能感受到，就延續頭都講嘅，我能幾感動，就係運動，大家然後等公部門一下發起，能10人馬上就聽出公私協力，對呀運動會就看得到嗰啲電影下嘅一面，幾感動。因為3月、10月、12月嘅陸隊運動會馬上就要開始啦，可是其實而家有幾多嘅一件事情已經嚟準備嘅，可是各種並唔係有啲機會嘅吧？你冇想到講，下一擺陸隊運動會，你希望講有冇有樣嘅一啲發展嘅方向冇？其實國順係國軍嘅體育教官出身，我係中教退伍，真家我哋聽我哋台灣國家認同。同我哋後生嘅自我概念也兩方面都有幾大進步嘅空間，冇講幾惡啦，唔係有幾大進步嘅空間。所以講實在話，利用下機會，我想我同全國嘅朋友分享就係，其實我幾想用一啲斯巴達訓練嘅方式，來去感染我哋陸隊運動會。頭先講一開始開宗明義。我哋陸隊運動會就有保家衛國，也係種嘅依託睇下是的。斯巴達一個訓練，伊係辛苦嘅，伊係嚴肅嘅，伊係個嚴格嘅，佢用外在個嚴格嘅訓練來鍛鍊也個勇士，來鍛鍊也後生嘅，對自家人生路途堅定不移，心無懸念，去獨自解決問題。面對挑戰，勇往直前。提海白提下工作、家庭、事業，保衛國家當行，能成為一個 sport 一個勇士，也就斯巴達訓練的一個目的。呢度也係去年呢同我哋台灣的斯巴達訓練呢，負責人有接觸。其實去年提太叔，高平海神頭太叔有舉辦一場，去到啲我看，將4年的比賽用3000人。要到可以納2000元，來3000的4年呢，來6000的太陽沙爸爸媽媽，將4年呢就按你帶回去就會1萬元，
过来去，人讲后生的去，后生的来5000人，一等人要3000人左右，有搭来嘅，一概唔咩强大的，一概是到好茶的，一概係講廣告牌當中嘅帥哥美女，一概對自家身材嘅要求、體能嘅要求、自家嘅人生目標嘅追求，攏有相當嘅一個自我概念，對身體自我概念、對人生嘅自我概念相當認真。所以講簡單講，斯巴達訓練也係一個體能嘅訓練，但是係種講可以每一年固定體外的慢慢也算體內。喺中國體慢慢，我哋啲東江係生態嘅高灘地，利用我哋天然嘅地形地貌來同一啲障礙，每一年固定來舉辦，來同全台灣甚至全世界嘅後生嘅來比賽、來訓練，甚至體育部分喺中國明年開業啊，會分兩部分，體育的軍、警、消。個健身工廠一度甲組嘅，人講甲組一度，軍人一條規劃啊，消防隊啊，警察啊，我們的健身這些教練們，還有體育系的學生們，來第二看哦，看蠻夠厲害。第二就係後生嘅小朋友，小人嘅強，國家就強。也兩咧，喺中國明年佢哋安嚟做，我相信我哋對台灣、對中華民國也國家認同。但係後生嘅對自家嘅對身體嘅自我概念，都以下社會嘅自我概念一定會提升，就唔是擔心因為失托個會學壞，而鍛鍊自家就來唔切嘅，應用會失通咯。所以講，呀斯巴達訓練、細細嘅訓練，有大大的期許同滿滿的祝福。希望講喺種開業吧，也得得到合委會。得到國防部、教育部，甚至中央政府來支持也的運動，來夾入來6隊運動會嘅，也為一個附屬嘅運動會相當有意義，也歸上來做。我相信300年前啊，咱客家先民吼喺團練嘅時間嘛，係相當有眼嘅精神，係希望講唔好因為講人家你哋個好嘅，我哋都把啲事情變下。好，因為鍛鍊自家身體，唔單止係你身體會變得更好，其實嘛係鍛鍊自家嘅心智。6隊運動會一直喺我哋南部客家莊地位最衝太一件事情，因為6隊運動會唔單止係各隊互相去比較交朋友，同時嘛喺我哋團結客家精神嘅最重要嘅機會。今日感謝我哋嘅鄉長來到現場，同我分享58屆6隊運動會嘅事情。也佢感謝下面主持人特別我哋客家電視台幫你有機會向大家來行上我哋58屆6隊運動會。也同我哋全國的觀眾朋友來邀請3月11號、12號拜六禮拜，唔管有限無限，讓我來慢慢來操了哦。因為6隊運動會唔單止係運動會啊，係文化嘅、產業嘅、人文嘅、歷史嘅，相當好食、好料又好搞，慢慢等咯，多謝。睇下我哋鄉長嘅話，3月4月12記得地留下來啊嚇，休息一下哦，再聽我哋線上來歡迎通哦。我跟福起來嘅觀眾朋友，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 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